今日我哋非常激動咁接待2025年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杯冠軍邁阿密國際隊幹得好。我非常榮幸能夠講出美國總統從未有機會講過嘅説話。歡迎嚟到白宮萊昂內爾梅西。我仔講：爸爸，你知道今日邊個會到場咩？萊昂內爾梅西會嚟。我話不，我有好多嘢要忙。佢話：梅西。我問你就係，佢係你嘅忠實粉絲，佢非常欣賞你，佢覺得你係個好正嘅人。我覺得你哋應該多識一段時間，所以佢係個足球迷，但係佢亦都係你同一位名叫羅納爾多嘅紳士嘅超級粉絲。我哋有克里斯蒂亞洛，佢好正，你太正啦！呢項運動名將輩出，湧現咗好多優秀嘅運動員。呢度美國250就係我哋球衣上面嗰個數字，呢件就係 Trump 47利安路美斯最長銷嘅球衣。呢個波係我哋整蠱想擺啲辦公室合適位置咧，係特登送俾你呢位冠軍。奧巴馬總統，多謝你。